其名，字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1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3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2，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着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主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传道国家
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咒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过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或言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三座令座，以僧协离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当护持。古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协离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具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心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应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开生二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认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认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字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应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饶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禁，肃拜公堂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臣之化之其旨，并静安绿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小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本末，事有终始，之所迁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然勿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兮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里，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失戒。
一切亦当初天未增混沌，未看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千兄弟千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立体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善万出该事无入手其奥妙，是神天地难定元天其成地一力，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修少女难纳时节为母，我无奈之虎方舍左右六子七将凡天理，是的开元国公主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照下且九三山多红至了菩萨国南，设一个大天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天一学收为礼，天众国不久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是为娘所悲痛泪原子都快把众等数公分莫道在点，如若是天一邪高与怪圣法，那个亦不肯再是至凡和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却了施公国子，所引出全众国子不要回悲哀悲叹圣母我。至何时当把家还母，言茶山其末，大开不住，心烧出心地，尽心度国人，降化难为修良善，降节满未收获，上血泪以太子归，皆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别时其发过今现照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见解共不荣华，即刻国任逍遥，随意玩耍，同心龙化彩共无量尊人在里天不乐之间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同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然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下至温谷，无虚无主，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以天以较多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性质理纯然，空达无碍，故无数无管。
适合任意遨游，观赏天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幸福，能见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向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或琼香玉蜜，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香玉蜜，尝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实周地中海有山，名五果山，上有大桃树，含吃3天体，曰寒食。故历内算7月7日，西王母降祭仙桃4颗以祭，第10得收其核，欲种之。母曰3千年第10，冬夏季活，种之不生，必下止。论无其神，欲至善宝，引进而因公万法，万类根源理间世事善宝义，是无极的尽显，是圣之相遇，是地至虚至隐，本而会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妖只会地处以报为母我命虚国治理，分前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庆地寅，会收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居，会天灭亥，会混沌内，会各一万0八百年。1元共12万6千600年七国治世，3国收元七国治世，南方是2国6000年，北方生日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下3昏国3720年，西方有长生国1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东古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智慧东北方祭天国5800年，伏羲是代地国500年，即6300年，武会中3国收元然东楚国清阳旗，上天盘莲池会释迦文国弘阳旗，上天盘灵山会极乐古国白羊旗，上天盘中华会万发在地树湖边始成有肉下至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是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入品，智是圆满母会人灵收回，又会灭地，居会灭天。太会同为魂准精气生为天，盘古至今后国气象名为地，土百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则犯金手，是为气界所居之处。众国之气下降则为地。大体为众国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乐土百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
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秽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氤氲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备，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备，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妻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六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三山托洪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在三山托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先一先邪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先一先邪，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先一先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果子和隐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功。